各位听众，各在欢迎来到来收听本来好见的节目。这礼拜咧，我真欢喜有个老椒直直对来啊，新椒们直直来啊，当叫我老椒不先介绍老椒大粒头欢迎。老椒冇聲氣啊，按到大粒頭冇聲氣啊。哦，我未記開 Skype。好笑，可能冇聲。我講即大粒頭冇聲氣，特別我未哦對，我媽媽 restart 呀 ，restart 做我 internet 啊，未記考到呢下。啊，都冇考到呢唔識。哦不，而家要 echo，而家要 echo。啊，但係你 testing 一個 test 你 internet 咧，你走人咧，落嚟時夾隻 pizza 落嚟接呢。我而家特別講會 echo 嘛，而家 echo 咧，我講句法度點可以？然後呢，新椒先介紹先啊，新椒咧就是，L， Yeah. 係啊嚇。 What's the root cause? 我唔知我 restarted 呢，嗰隻會啊？Go feedback. Go feedback. 哦，唔知喎，唔知啊。我 the only difference 是大粒頭，我when我 restart 我 computer 時，我係 Skype update 呢個 software。講啦，你係先啊，成個節目嘅呢？哦，嗰隻成叮當你看啦，你叫叮當，我是咪叫佢叮當叫？特別冇啊，我真冇聽到安尼。成個節目嘅呢？我當今是佢老椒大粒頭咯，แล้วก็有老椒就我補下你，等下。Hello。แล้วก็นอ只誒新椒之前冇nasi lemak 冇得試 nasi lemak 可能。nasi lemak 嚇？是嘛？唔是啊，你拎咩？哦，是拎嚟嚇，拎大腰係唔是 nasi lemak 嚇？咁真係冇出聲。拎大腰啊，大腰拎大腰，大入拎。拎大腰嚇。Hello。你拎腰嘅就落去。你有鬼啊？嚇，你就只吸唔只？嚇？你哋食สวัสดีค่ะ你使講啊？สวัสดีครับ啊 ，Triple D 啊。สวัสดีค่ะแล้วก็有一個新嘅，不如來不落久嘅新椒，我特別都係聽佢講數自己哦。Putu Mayam 歡迎 Putu Mayam。Hello。Putu Mayam 唔是有隻班長龜？有，我把掌櫃啊，對面嗰隻跟我講。啊，查某部嘅隻班長龜啊。係咧，我對熟嘅食嘅時候咧，阿基班吉阿多，十八點嗰個線下冰嘅，我躲喺厝下冰呢，但係行出去食就好。哦，你他們是早起，嗰是阿妹，我冇食過。伊是暖蛋個 start 呢，因咯，紅寶有 body 特度嘅只型嘅樣。樣拜鬼琴嘅。我被叫咯，伊拜鬼琴。我知是，因為我爸爸教我這樣大學明嘛，所以我特別去蘇布丁嘅食。蘇布丁嘅好食，就唔嘅食。我是去蘇布丁嘅時候，我去阿基班嘅是食我可以買迄個巴虎定嘅。係啊，你食掉老闆山嘛有巴虎條。啊，巴虎條。巴虎條啊。我巴虎條買對嚟。美國嘛？樣叫係咪狗屎先？狗屎啊，巴虎條。咩狗屎冇啦？我哋食完就完啦，你啊。啊，對。但當我去買時，甲我講阿文呢，唔係講巴虎條。哦，是阿文呢。我可以講巴虎條，巴虎條。我知道其實我講，阿傑份教我巴虎條。冇，我去萬山嘅時，萬山我可以講巴虎條。佢講話咪講一個講，你講快聽，又講八條。冇，佢都笑啲。我愛講八條啊 ！Oh my god！ 你我看到一個人嘅父名嘛是金巴看。你啊有你藝術家個金巴看有咩？金邦光，伊名金邦掛，我該好似有嘢就係到見啦，嗬，嘢樣嘅名特別勁嘅就水碗，你看到可能笑噶咯，講嘢坎坷鬼哦。啊，就是咱這話題上面哦，對，帶來
dialect 這裡無來哈，這裡毛毛菇，伊毋知啊，我咪講，無影啊，甚至無影。伊有伊個講伊會吹 link 嘛，得嘛？所以我冇你家看到的啦。我問 Alex 看。我把你哋看到阿基餅嘅小影，啲出牌子。基本嘅你是個食很早看的啊。我是個食伊迄個有 brown，迄個咪 brown sugar 誒，哦，哦，我有一個巴海啊，弟弟可能可惜喎，即個打達到人開心嘅好食吼，一下呢，人講買做，一下呢買做，唔知了，係你舊舊嘅，係你成袋成冇食啊，係你我熟個食，係你人死去啊，我說冇通食了，哎呦。啊！但係想食下你物件，你話話你死去啊！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學功夫啫，去 friend。冇啊！我嘛直接問伊講，你驚呢？你驚咪做？我講話你解哦，人爸做餅機，驚就會做餅機。你梗係傳咗嘛？一代傳一代嘛。喲，actually 嗬，嗬，我不嬲未去北海未萬陣過啊。是咪變啊？把你穿一單呢，穿到半死啊！我做小小嘅餅機，就是嚟之後係龜是大一個做嚟之後，一時我特別味，一時候你個大地龜，你個叫大地龜，大地龜，個巴掌龜，bằng bên đấy học kiện này episode 多多先，巴掌龜，大地龜，班仔龜，等我看，大地龜，變能學件 podcast 啊呢？對，撈嚟搞關咯。我都特別開下你喇叭。真正嘅啊！講法到落去啊，去到落只，我聽個一半。冇講了，我是實在講完了咯，唔知噶啦。我講去學到只較硬嘅，去學到。咁樣定到，咁樣面前就愛去人就去然後呢。你解成講只呢，你隨隨只就 OK 啦。係咯，是哦。硬啊，咩你別白呢？真係真正噶啦，冇硬。你真正在偷聽咗，你去食，你過來看樣面食嘅啊。啊呀，restaurant 掉啦，人關點聲啊！我十小路，你一菜個了成日拍正過呢，倒來倒去。伊煮了半嘅嘛，個了唔食聲嘅。諗咪講下，當叫諗咪講係咪話聲？嚇，諗講冇聲，我諗個咧係咪人？我是客人。哦，我是客人。誒，你是客人，特別你媽講湖人嘅，你講？啊對啊，我婆婆是講湖人嘛，是所以大到細本是講 Cantonese 嘛，客或者少講。哦，我是客人 mix 加潮州人。哦，แล้วสิ咧有零咧，大粒零。我係福建人。你是福建人啊？福建人。哦。我係福建人，接㗎啦。邊個福建人？แล้ว接㗎แล้ว福建，你爸乜福建嘛？乜福建啊？啊，是啊，佢勁處講福建話。哦，那阿龍來啊！我諗處表講白話嘅，講福建話。哦，阿龍到 airport แล้ว阿龍到飛機場係。阿龍被吹上曬訂女嘅字位呢，已經嗰度冇嘅。係咪飛機場？你被吹訂上啊？哦，訂女。哦。你阿總係咩人？亂猜下咧。阿總說是咪姑啦。咪姑。我係咩人？亂猜下。鄧人、地球人。但我直接講是客人嘅地球人啊。我是客人。你是我啊？客人參地球人是查某婆呀？我查某婆。你講我想哦。哦，你是客人啊？咦啊！我兩個咧唔知有講嘅喎。我係客話。客話有半咯，客話有半咯，行無聲。睇電話嚟啊！睇電話嚟啊！ Hello， 想嘅咩劇話？無聲嘅，我grandmother 嗰邊嘅劇人，姨婆嗰邊嘅劇話
個無相嘅喎，我 stepfather 係被劇話個錯咯，成日小扒，可能我個無相嘅喎。人講我就來大聲咧，你成日邊電咧？人講我普通話成日邊電啊，如果成日一抽我大堆嘢抽我嘅出嚟嘅。因為我未曉劇話，看你教我劇話抽啊！阿龍你講咩啊龍？媽都係俾你個無相。他們話不是相嘅啦，不是我無相。都是喺你就是 dialect 咯，喺你就是方言。他們話不是無相。以前 aggressive 嘅講噶，吹狼抓出來抽我嘅。這是 I think 你是唔是？這是你做咩事講叫 language 時候就是我是會講較對嘅，用較對嘅 terminology。我睇住馬來西亞佢就是講 dialect 嘛，斬波斬波誒。人講 dialect 嘛就。dialect 啊。人講特別我到底咪用 dialect，或是講無相嘅北行嘅唐人嘅話。Languages 應該是唔是啩？我諗應該是more classified as dialect。阿龍 Chinese 嗎你講 classified as dialect 啦，dialect 嘅 language 是成日講 Chinese 是 Chinese、English 啊、BM 啊，那係是English 嘛。所以你看，even 到一樣嘅bahasa Melayu 啦，一樣嘅 dialect 裏邊個無相嘅bahasa Indonesia、bahasa Melayu 個無相喎。yang 有一個 dialect 講定嘛？mana bahasa Melayu 嘅 dialect 咪是 Kelantanese 咯。啊，แล้ว bahasa Indonesia 本是相嗎？本是隻另外一隻 dialect 嚟嘅。bahasa Indonesia 是 language，本是屬於 language 咩？bahasa Indonesia maybe 是屬於做 dialect Malay 嘅 Malay 嘅 Indonesian 嘅 Malay 是屬於 dialect of Malay。because 如果成個往喺 Chinese 所往應該是一個 language 咧，無相嘅應該是叫 dialect 吧。特別因為真謝哦。哇！毛毛菇來啊！毛毛菇來啊！耶！毛毛菇來啊！OK， 聽毛毛菇講，啊咩唔是？聽大粒頭講，誒唔是，聽阿龍講。快講啦！我走啦！我走。記者維基啦，你冇睇走，你記者維基啊。阿龍講，阿龍講。你安講啦，伊安講啦，伊其實聽起來是真有道理啦，特別我冇講啦，你嘛是講，你冇講講 language 嘅 dialect 嗰啲好分別個，那是講 Malay 嘅 Indonesian 是用特別話夾出來嘅內地 dialect 嘅話，你嚟講係同嘛，你聽內種嘅話，嘅相關嘅就冇聽，一上隻 root，冇的，要一上隻 root 特別一所在冇上咧，講冇上佢就叫做方言。啊，對咯 ，dialect 咯 ，which is dialect 咯，唔係。對 dialect 咯。你內人，對，你內人聽條點說，是人講 Indonesia 話，是人講 Malaysia 話，但係一係講話，講係湯啊。你講湯啊，就你隨時講啦，但係學嘅人一樣都湯。所以人即係人，你是人定到係 misconception 啊！我俾解釋啫，你即有基本嘅對話嚟對講，特別是我到底係 language 就是我話就是講。成個人講福建話，人講福建話是 dialect 咧 ，Mandarin 嘅是language 對 ，actually 唔對就 Mandarin 唔是 dialect 啊 ，Mandarin 先是 language，Mandarin 是屬於做是其中入面一個 language 咯，唐人嘅 language 咯。誒你看 Europe 啊 ，Europe 咪是伊個國家就伊本身嘅國家就係幾嘛，即係國家大兵嘛對。你法國是唔是自己嘅 language 啊？對。Italian 伊自己 language 啊。對。到啲中國阿未定到阿未做。哇！你講是我有嘢先講嘅。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冇是你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for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嘅時候，伊位咪是靠較大過 Europe 嗰啲，所以下邊嘅變做樣自己 language，係講變做政府樣。變做接落嚟做隻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嘅時候，變做一個國家嘅時候，伊人用其中裏面一個話，然後做咗伊 official language，叫做白話嘅咧，叫做方言。較長嘅歷史係先較長淡薄啦。I think 我明白你講係咪？將我明白你講係咪？我明白。特別咱這個 misconception 啊，嗬，你哋拖落嚟拖幾百年，拖幾成年，拖落。對。咱講當見啦，你看講，哇，我嘛是定啦，你嘛是定。特別你上下啦，那是講 Europe 係一個國家嘅話啦，你咪是 European，不是，你咪是不被出，你咪是相款嘅人。
所以變做安尼款咧，變做人講起來，即特別伊個 danger 咧，伊個無好嘅位就是講啊，有人講，哎呀，凊彩下面咪是上，咪是話，特別曉，你是變做 dialect 啊，你感覺到 dialect 成個感覺到成個較 low class 嘅 language 哦。未啊，嗰時 political，嗰時政治啦。所特別啦，特別較地人士。人成個講，你話聽人講見啦，哎呦，咪係我跟我啦，即係等人講 official。新加坡人嘅parents 個安尼咯，即係明顯ยังไม่可以見到我。你知唔知哦？你知唔知新加坡 actually 我感覺真可憐樣，因雲南人唔曉講雲南話。嚇。個慘佢話人個比較寫，比較因比較寫，比較讀，比較講。咁了是講阿摩呢對。冇有時會曉，又唔是會曉，特別因講啦，因講嘅是不跟嘅啫，伊不像個話會曉講好sentence嗰種。有時會曉，特別有時是你 subject 嚟，人無上嘛，咱人寫係搞到係，咱是用雲南話嚟讀先至嘅，geography、sejarah、matematik 嗰陣時用雲南話，因無因我當時白。屌是你 subject 嘅，伊是一個mother language 咯。伊是一個 subject 嚟嘅。樣嘅話呢是叫 mother language。叫啊 mother tongue。叫mother language 或 mother tongue 咯。所以咧，當今下同咱嚟講，同咱講清一下、清楚一下，咱係講人有係咪無相嘅 idea 啊？不入頭講咩？你講人講bahasa Melayu, bahasa Malaysia 跟 bahasa Indonesia 相一個，如何印尼嘅人聽到，伊人聽到亂嘅。唔是講相一個啦，是講 dialect 啊，那個啊。Globally speaking, yeah, 伊 root 講 ，yes, I understand. That's why linguistically speaking here is considered dialect 嚟啊，你就成個咱福建話成個咱按照我講人哋 context， 我即古咧，我冇介紹到安怎介紹俾人聽，就是講，咱講邊啲福建，咱講福建話是 dialect 嚟，特別其實唔對嘅。咱邊啲福建呢是福建嘅 dialect 就對。你就係咱嘅福建，邊啲嘅福建呢，就是講落啲邊啲會講，邊啲會講誒福建話，所以咱嘅邊啲福建唔是 Mandarin 嘅 dialect， 咱嘅邊啲福建是福建話嘅 dialect。我去中國嘅時候，我甲人講，我人到邊人講福建話，因唔是叫福建話，伊講這是叫做閩南語。對咯。我講闽南語唔是到台灣講嘅咩？台灣嘅福建話講冇咩聲啊。台灣冇安尼款表示中國安尼款叫，到台灣人同佢冇家人中國人嘅嗰樣嘅話叫做閩南話，樣冇世界嘅閩南是中國嚟嘅，台灣是台灣啦。別人講嘅話就是樣嘅。講到頭講嘅物件啦，佢講印度尼西亞人嘅話，特別即係你物件被人嘅拖咧，應該就是講印度尼西亞人嘅話咧，對，你 involve the patriotism 嘅，你 involve the patriotism politics 嘅，嚇，對，唔是單單 linguistic 嘅物件嘅，但講你去 Europe 嘅話啦，OK，Belgium 講嘅話，你知道 ？Belgium 講 German。唔是，住邊啲講咗嗰啲頭啦，你俾輪嚟。我覺得這個 Italian 跟 French 哦，樣兩人嘅 words 真 near to each other。冇，我同你講，樣 near 是 near，特別樣本地嘅聽嘅就清楚嘅，因為伊講到尾啦，伊是兩種聽起來無相嘅話嚟。Spanish 嘅 Portuguese 唔同嘅，你講 Spanish 嘅人同講 Portuguese 咁特別係咁講嘅話，因為係講嘅。伊上個印度尼西亞跟馬來西亞人安尼，但係你硬係是講我諗嗰種嘅話是講一個話題嚟，因為是無歡喜，對唔對？但係你有一個國家別即係咩咧？Belgium 嘅人講咧，Belgium 嘅人是講兩種嘅話，一個是 waffle，講咗嗰個。Belgium 嘅人講就 Flemish 都聽嚟講話 Flemish 唔知係咩話啦，對唔對？老實講啦，意思啦 ，Flemish 啦，就是荷蘭話。Dutch 哦 ，Flemish 跟 Dutch 咧嗬，是 almost 啦，完全是同樣嘅話嚟嘅。啲因為 politically 啦，因是 Belgium 嘛，因感覺自己是另個人嘛，所以因話咪叫做 Flemish，特別因其個荷蘭人就，依個荷蘭人講話是完全唔嘅，像啊，
明白。 Tapi politik yang bercakap no. Lu kira我講話到底係話伊嘛是話希望。都係你唔解釋 politics 啦 patriotism 啊，咁樣人嘅開始嚟。當今你諗嚟講嘅，你是人嘅，當人嘅無相嘅，無相人。但係咱講咩啊？阿龍無相做工，無相話，咱講咩啊？我未記得講。無相 territory 是哦，無相 territory something 啊，肯定啊，無相做工嘅無相話。但係阿龍你嘅 connection 都是 lagging 對唔對？冇，你冇 lagging。有淡薄啦，I think 應該有 lagging，我哋有你講啦。On one side 對路都是 on off。哦，不，意思我會 OK。如果聽到我節目哦。Everybody is chipmunk to me. Oh, okay. That means 冇好事啦 connection。跟住 Skype 呢 Skype 嘅 connection 冇好事。Try again。你哋準備點樣入法？準備咩？你俾邊個知啊？你講。冇，一定會準備點樣入面，有節目佢等下其實節目係聲，節目係跳過可以聽了。似節目啊！唔知我依 connection 係咪冇事？夠我。小聲 testing。頭好謝，一個就係咩啊？OK 啊，我好啊。still chipmunk tapi 冇 feedback 啊。Oh my god！你有時幾強調嘅嚟，OK，都同你嚟講，OK，特晚咱講毛蘑菇咯，哦，我就是有見過毛蘑菇嚟嘛，毛蘑菇是咱嘅調轉咱嘅代表嘛。調轉有啊？嚇 Johnny， 隻 bubble， 你冇聽福建話度呢？就調轉呢，調轉毛蘑菇，你冇愛啊，慘。冇愛啦，就個屋了啦。冇愛做乜嘅？就屋。我蘑菇嘅福建話是有嘢的，但係有一個字咧是近日一直人講嘅，就冇人講。成個話有一個日本，特別我記啊，伊是阿妹，伊是阿妹。阿妹，你講咩？你冇 night 你叫咩？咩事啊？咩事？你 OK， 我冇你撳到嚟先，你還你 M 啦，M 啦，伊講是 M， 哦 M， 哦，阿妹，但係我是叫阿妹掉。喲，你這麼了解我的？我驚一度呀，人講嘅話我計了聽啦，我日OK， 我係上面阿龍都講運氣咯，我驚一時，我佢勁潮人當然講話是，問人講運氣時我就嘈潮啊就，誒我佢勁潮人咁講運氣就，係咯，喂嘛，我聽話，英國點啊咩？關係是係咩意思？關係，關係嚇，哦 OK， 大粒手是有達人，我唔知做乜嘢講有達人嚟啦，唔知本，大粒頭呢個點？冇，有達人意思就是講有人嘅，是有嚟人，有人，哦，意思是講有白人係哦，有白人，未必有白人啊，有白人 ，OK， 你一個白人嘅我愛聽阿龍，我愛聽白人嘅。白人嘅，interesting 嘅。英國都冇晒，英國都呢邊嘅嚟是啦，英國都伊有加字入啊，所以英國都咁講，英國都伊是 actually 唔是伊講安尼款，伊唔是伊安尼款講，伊因為伊可能是呢度英國多漢嚇，又講冇聽咧字，冇聽咧字。哦，伊正經講人冇聲。我講關係就，真係估講嚟，人哋真係講關係了就，有時你鬥嘅冇嚟嘅，鬥嘅，因為你冇巴西巴生嘅我跟來，睇日嘅鬥嘅幾幾多點路啊？鬥嘅。那個直啊，那個布了，那布哩啊，那個布哩。呢個我睇 defend 呢個叫啊，直接叫埋嚟，這邊，他cocoon，
Q 啦，我伊嚟講嘅你估啊，邊咧學見啊，出嚟估，伊就聽你估好。你特別我一個就好啊，一個 control 掉一個嘅 identity 咋？你講嘅甚至手個個當見咩好？真 original。我甚至伊講物件，我甚至我唔知講咩個 still。OK，咱會別人嘅事，咱會達人。大啦，好白人啊！咱會阿龍你咧，你是係咩人？我是海南人，係男人。其實我唔是海南人嚟，我爸是福州人，特別咧我是無福州味嘅咋，我個厝裏邊係無人會曉講福州話嘅，特別我媽咧我是海南人，係了我媽係真做冇嗌海南村大漢嘅，我本是嘅咋，所以海南話對我嚟講是比下面我們有見嘅咋。即對你有講係林喎。我是唔是係你星靈？是唔是？唔是星靈啦，冇上，呢個冇上我啊。係你冇上咩？海南就是佢成個Hainanese chicken rice 係海南啊。海南唔是跑過邊咩？海南跑過邊嘅，你細漢時人哋講叫照粿條，福建麵，有海南個邊 something。啤梨咩個邊啊？啤梨是咩？啤梨那個意大利的話，啤梨，媽媽咪呀，啤梨。後來星靈唔是海南河，我想想。我想冇啦。叫我係個你一個星靈人，哇！伊出來人拍來時，梗係好笑，我唔知你講乜。If only 你人會聽 what I'm listening to。你 record 起來啦，你 record 起來，一個人自己老轉嘅，你聽到那一些節目嘅先。笑聲啲啊！唔是上個節目啊，上個有大咧上個 RS。然後大咧，上個節目嘅。你 record 起來啦 ，record 起來幫我聽。大你OK，แล้วสิก็ต้องทำกันแต่มาสิ我是個查某婆上咯，一般客人一般調酒，你巴客還是馬客？巴客。我冇上喎，我爸本是客，我媽是調酒啊。所以你是客人係，咱就是講咱對老闆會員啊。對老下會員啦對。哇！阿龍上面係咪講學照啊？學照。我厝bằng cái này à. 係嗱，學照。咁你厝bằng你 ICI 嚟嚇？係咧。我個 ICI 講，叫毛毛菇一個 message 嚟嘅。差我聽啦。阿龍是海南人咩？會上來啊！我講我是海南人嘅。嚇，如果人講你是海南人，特別就對會嚟講，伊是悉尼人，悉尼人啊！你講你是。學照湖灣啊！學照嚟玩，那邊有把醋誒，那邊有把醋加蝦係咪？學照是唔是迄個講病嘅時候學照？那邊講病，那邊是講病。講病是學照人哦。咩是講病？講病是紅嘅餅啊。咩紅餅？伊直想含是 BB 伊然後實伊到地咧是裡面有塗白油嘅啊。冇食過嘢。講病啊，講病。你是學照人哦？成個是嘅。明白妹唔是學照人。我是學照人，我邊曉學照啊？學照人玩咗成個點解是？學照是台灣嘅嚇，台灣咁就係講學照啊。唔是沙巴嘅人咩學照啦？沙巴冇有啊，沙巴冇有對。我係叫我去沙巴嘅時候，我趁去買講病嘅嘛。我去講病啊。師傅。哦，啲師傅是唔是做油嘅？唔是，嗰啲叫咩？師傅沙拉哇。哦，沙巴嘅油嘅係咩啊？嚇，沙巴嘅我不去啊 ，vacation 嚟叫沙巴。做油 ，Petronas。哦，油嘅。我可能係啦，我講學照可能講這意思。哈。一起來啊！這樣子。我一起來。講。咩卡路？講佢走。卡溜。咩卡路？
卡溜啊，我聽冇咩對啊，咁人點點，咁人 mute，可對你卡，อันนี้咁人 mute 聲啊 ，because 你伊喺你之前咧有人講話是 cut off 嘅，佢講過，可對你卡了，可對你卡溜啊，哇，你準哦，你這個，冇我個底卡個骨，我淨係聽到卡底可溜，可對你卡溜，可對你卡溜啊，殼底有個架樓嚟。可對你卡溜，可對。這是 question 嚟嗬，嗰是 statement，嗰是 question。係咪咪叫假撈落去？係咪？係咪？殼底有架樓。有人喺卡了啊，有人喺卡了啊，係咪？你會車會曉卡了唔是？卡溜啊，卡溜係咩？我聽人講，你講卡了卡了，卡溜係咩？我都唔知，你聽過呢？你都唔知意思。我未記啊，我未記啊，我只朋友沙巴嘅朋友。哦，對，我對你卡了，可對你卡溜，我猜下，攏猜咧？攏個叫怎猜？你錯㗎啦，係咪你靠膽啊？你講？冇 OK，咖喱是唔是白刀唔見 something 啊？我猜靠只邊啊？淡薄㗎啦，咱講上一句，對，淡薄嘅乜㗎啦？我都係林話，我都係林話。係林話講下，我有聽係林話。你會嚟教我較會曉聽係林話句卡溜話，唔是卡溜啊？你咁樣啊？學照啊？學照。你講啊？係林話嚇。上一句啦，上一句啦。哈哈。點啊？啊，咁人秒啊？ผู้เดโดนาม你去到咯，去到就去到佚佗。嚇，你話係因為啊？後來是去到咯。對。一個蒙古人嘅。係咪南係咪？按照會食菜鳥啦，按照會食係要海南朋友嘛？歪嘛？哦，你想？我買海南人嚟，原來。對。後來係咪？我未聽到後尾一句，我未聽後來係咪？南。後來係咪南？ผู้เดโด是去到落位。哦，地佬是大佬，南是佚佗。虎嚟佬，哦，特別我是聽人講虎嚟呢，喎，唔係講虎嚟佬嘅喎。冇，意思是去到落，甲去到咯。哦，虎嚟是去到啦，虎嚟佬啊。嚟佬。虎嚟佬，南是佚佗嘅喎。知道呢種，我覺得就好長嘅。你就咁係你羅啦。我搞一二，我用咗鹽，不是係林嚟嘛。我都嚟講 hello， 一潮啊就係講哈咪路，你就我講明 hello 嘛。你我就是哈咪路嘅啫。點地拍路，就是拍有位路拍路。哦。仲有如果拍咗呢路。講聽聲者，聽聲者，豬困去，蘑菇，古都使啦，我叫你啦。以前你拎袋了，拎袋要。我冇困啊，哦，冇困啊，嗰啲人係聽是蘑菇袋粒頭窗開，袋粒頭 breathing 呀。唔是話，袋粒頭都 OK 啊，先啊。聲少。接蚊上個眼咧 ，maybe 你 update 你 software 啊？我當機啲用 notebook 啊 ，maybe 你 software 啊，冇你是 on 你 maybe 伊個 frequency 唔對。maybe 嚇，OK，so 住啲困啊，就乜住先？查某寶啊？唔是我冇困喎。冇困啊，佢咧啲聽。哦，咦，佢真係嚟啊！佢真係計住你先啊！呢啲困掉唔得。但我落鬼告訴是阿龍啊，落鬼告訴聽到隻囡仔聲啊，隻電嘅囡仔。啦，迄個來啦，車的喊的聲啦。是啊，喊聲呢？喊的聲嚟啦。有一聲呢？有，就聲。那聲。한여자죠. 먼저 오셨어요. 한여자 한여자였어요. 唔使講韓國話，韓國話，呢度韓國。你啊 ，OK，嚟呢一個到啦，即開車是海南人參咩？福建。海南人參福建人。嗰邊參福建麵。嗰邊福建麵。海南福建菜。
海南福建茶，係咪海南福建茶？啊，那海南茶跟福建茶嘛。海南茶啥未嚟？這裡伊difference是海南茶伊無係熬豆油呢，哦，愛上白嘅，愛上嘅哈。了海南茶較惡是福建茶較福建啦，福建係我豆油。福建係熬豆油啊。惡。哦，誒，就是講緊影響到啊福建，我當當到邊人去，因為我唔是福建人啊。甚至得咧，我唔是福建人係伊嗱我煮物件，咁咧後邊較惡係就係我豆油嘅是到邊人嘅影響到。我成個茶咧，成個茶咧，哦，涼茶先知啊，是茶油茶啊，棒光茶啊，棒光茶係涼茶我豆油我愛哦。冇，嚇我會啊，我係我愛啊。即係嗰啲寫我面掉住落去。我成日臭去蛋，你可能都係黃光茶。臭去打，我真是掉住冷嘅很。你係熬豆油炒咧，你驚咩事？你嗰隻炒時啊，伊無水反而嘅。哈，嗰個愛係對。嗯。那我未 imagine 咯。我這是我愛喎。呀，啊，這裡呢？豆油啊，你哦，想學豆油呢？哈，毛毛菇咧，毛毛菇，你煮茶，棒光茶係我豆油。我看是被掉住冷。哎呦，就最先啊，一卒。知咩講？我自己。我就誒，我同你講係呢個點解你多啦？你連講話嘅 topic 係啊，你不如講話食，做正咗啦，冇咩叫咧，就是叫啊，哇毛毛菇，夏威夷啲脆佬，就是夏威夷。哦，毛毛哥啊！啊，伊講伊 send 到字啦，隻 message 後都叫到可以 link 了。安怎啊？等下我看到 Skype，但媽咪是播鈴門講伊 send 我 message，特別我冇收到喎。哇！你俾 message 可以，伊就話只卡好玩呢。哦，我未，我當然那邊我未啊，未我就 send，但係都好玩，另外 send。你 send 佢一下。啊。安怎啊？幾難人講會 send message 我都冇看到。都老咗啊，嘛都冇用。冇，我看到開到 Skype 都冇人 send 我 message，我叫佢去啲播鈴嘅 account 個看都冇。我寄 message 佢呢啦，啊是伊人 block 我，啊是我 block 伊人。啊，等我過去看啊，這裡會唱，這裡不比賽講會唱乜嘢啊？誒，但係冇多你唔是講要參啊？喂？啊，是啊。哦，我有記，如果我係到啲人嘅即 chat 嚟嘅。我諗我 send 我係多邊。我係咩？哦哈，那邊有啊，maybe 冇看到。有啊。哇！你講哦，卡你講哦，我看麒麟咕隆啊！別使講嚟未？別使講。啊，嚟啊！嚇，別使講嚟。卡啊！我都讀過卡，你去訂領呀？別使講。未訂領啊！我打sense 啦。我讀 sense 噶啦。哦，OK，嚟講啊，這啊，看到頭啊！福建人。你看。哎呀，阿 John 你聲成個壓聲。那哦，那邊是 Skype 冇事 ，Skype，那邊是 Skype 嘅 version 冇事。我聽大粒頭冇聲你看。誒，我 try 我 try 我 audio 嘅 setting 看下。你聲聲喺度，喂，安尼咧，安尼long聽，安尼聲我。安尼我，OK，安尼 OK 啊，特別你未聽到樣啊 ，OK，等陣先 ，in from me，安尼咧，安尼個我，安尼，你聽到本嘛是不是？當機咩？當機個我，個我啊，個得哦，個阿聲啊，得，個得哦，是我係這個 mixer，from my mixer，安尼咧。安尼個我，安尼又得啊？啊，我冇得。冇得啊！特別你聽到啊，即係香港嘅人講啊。你講幾多步？香港嘅人咧？香港嘅人，伊人講我啫。係香港人講啊。Hello。我對冇聲。冇聲嚟呀，冇聽到樣聲。哦，特別是未聽到樣聲，所以我唔使係之類。所以我特別
你喏，所以我testing 聽到這聲，你別你別打鼾了，用這聲，你保羅別聽得樣。From my mixer，I think 是 new Skype 啊，比好時嘅我 mixer 上。But anyhow，不要緊咯，到底 Skype 我聽到浪 OK 就係咯。แล้ว你話錄音嘅時就冇影響點啊？毛菇呢是蝦米人？吊住人嘅啦，攞กะรู้เสียง 哦，你客人參吊住人。客家人查某部分上喎。查某部分。你嘛你嘛是吊住人。我是客，我嘛是客，我嘅吊住人，老爸是客人。哦，想得想我是參政人。你是參政人啊？我咪是參政嘅。你是參乜政？吊住換家執政。攞整點乜都執整。你個包埋雲啦咧，等人咧，對。你是喏，你爸爸那邊 confirm 有可能有執政嘅情況。我冇娘娘喎。係啦，我唔知本咯，我唔知，因為我係媽是娘娘，所以我唔知下邊做一參加咗我唔知。as long 人講下 as long as 我有一個 grandparents 是娘娘係我 confirm 是參啦。現在參咗這呢？特別有咧等人，有啲娘娘都冇，係啦，有可能冇參咗這。我規班嘅都再參咗這。執政家嘅水，真嘅，參政就水嘅嗬。咁咧執政家掉。嚟，錯嘅屎啊！執政家。啊，大粒頭咧，大粒頭。大粒頭啊！我就是福建人，對啦。福建人。Tapi你那邊唔是福建人啊？北部唔是福建人。Just assume the Hokkien lang lah. Too much information. 哇，穿多褲。回家冰糖，回家那個，回家。會啊，不是。回家 derail 啦，回家那個冇搭嘅，回家邊。OK 這咧 Sam's Club 有冇呢？古靈。聽學照啦。學照啦哦，呀，你怎麼你咪有聽咯？玩啊，過嚟。學照好玩啊。我冇聲。你學講哦。咁啊是會曉。怎麼你阿龍講嘅呀？你咪考律咧咪骨多。咖喱嚇。即是。考啲咖喱啊。到落鐵土嗰時。幾多係鐵土？嗰時最嚟鐵土。哦。誒，你有冇問到個嚟啊，大木哥，不，香哥唔是大木哥，香哥，香哥歡迎，香哥啊，你講話，咩知道了？香哥 music 好不？這句話聽好。Sorry， 我唔知。香哥啊，但係你講你 message，我直打你 message，我到落位。知道年啦，你講就知道。我冇看到你 message 到你話到啲 Skype 位啊。係你 Facebook Messenger 位。哦 ，Facebook 我冇看到 Facebook，我跟佢開。Maybe that time was send 去WhatsApp 位。哈 WhatsApp 我跟佢看。OK。我到啲 Skype 位會嚟。我有係啲啊。แล้ว你係咩人咧，香哥？我是福建人參江湖人。哦。我講江湖話啲處。哦，你到處講江湖話誒。你是因為你到邊嚟嘅時候，特別你個你是爸還是媽是 too much information 哦。你爸是媽是江湖人，佢只能對媽講嘅嗬，佢只能對媽邊講啊。係啊，我食江湖背嘛。我食江湖背掉。我到邊都冇對喎。你江湖背嘅好食嗎？我咪想，我冇見咯。你講嘅。我俾嘅嗰啲人講話，我啲冚咗最潮。我係爸個係媽嗬，我爸個媽呢奇怪，依家一直都講本是講福建話，แล้ว我本是想嘅喎。嚇，แล้ว特別依個啥我係爸係 sibling 樣個講福建話本啊。福建話本嚟嚇，我爸特別我係爸個係媽，我爸個係媽就講劇話。冇，佢奇怪喎，講福建話。
可能伊甲迄個 cousin 那邊講劇，哦，甲老嘅人講劇。嚇，對，我 parents 咧是甲用甲 each other 講 Cantonese，教我人講咧福建話，我教我 grandparents 咧是 Cantonese。哦，所以if我人坐做只 table 嗬，食想講係嚟 dinner 啊，食 biryani dinner 嗬，所以你會聽到我食啲 channel 無上嘅 answer question Cantonese Hokkien 啊。超味。菇菜我叫韭菜。韭菜啊，韭菜啦，菇菜，呢叫韭菜嚟㗎，韭菜。旺菜，你摻掉伊內陣都 mix 掉咗。我早會，actually 定到我細漢嘅時候背人哋款嘅，有知道時我講媽得講，媽咪落緊來，我個會記過，因為我媽得度講個媽咪落緊來，沉學勁加 Cantonese mix。我早會時我做工時講廣府話。講我這本啊，我就較少講啦，但係你我早起去 hippy 嘛 ，hippy 就嗱咧，伊嘅 family 講 Cantonese 嘛，所以我計講廣府話，計 interview 嘅時間講廣府話，一堆嘅時個通食糖水嘅話，哇！誒，我上尾梅浪快貴啊，真係去鋪攞隻，咁你管係啲紅豆沙啊，廣府人尤其是紅豆沙南邊用 instant pot 管啦下，即係唔使講，我用 instant pot 管嚇，我俾管啊，我俾伊成個伊湯成個黏黏結結，安怎做係伊黏黏結結，伊骨骨嘅喎。係做邊啊？係做邊？誒，管你散緊係咩？我管到邊嘅散。邊個嘅嘛？我做用 instant pot，if you just 35 minutes 啊，伊 highest 會冇夠咗，我管50 minutes 啊。我本是50 minutes， 50 minutes 啊。按豆嘅撻嘅啫噃。哦。按豆嗬。粒嘅嚇，伊裡面是軟你知哦，伊裡面真正粉，特別伊皮，我食咧，伊本是伊只粉，特別伊無成個黏黏喎，但係我食伊黏黏喎。我係做咩啊？係咪變軟你講？得按豆被。哦，本來更加耐，你愛整佢哋個大粒咁多。哦，大粒咪更耐，你俾成個你日本奶耐，日本奶咪叫咩阿薩基啊，咪阿薩基啊，咪基。Azuki 係。Azuki 邊？Doan啊，我問你看。嚇。你做你紅豆啊？嚇。你熟你紅豆。啊，冇。Instant pot man。特別，那是講我熟了本味喎，熟了本味。我點解冇上款嘅蛋豆？我係係啦，我去煮物件食啦，你攏直直講食。你都有咧。煮嘅時都係吞落去哦。我冇煮了嘅時間係喎。啊對。但係咧變做 food 而家睇啊。哦，特別我 still 冇教我講到係煮比 ，OK， 係煮比就咩係落地，我係定咗我係一餅，我係一餅超落一餅，特別我出來時，伊煮比個接一粒個，伊邊米去，伊邊酸去喎。你加喺廚一蒸喺廚一個煮啦。是個係砂鍋咧，係砂鍋誒，砂鍋應該是黏黏啊，可嘛？我試過，特別我都冇看到伊係砂鍋，I think 啊，伊用只係無上嘅豆，你知道？伊用咧伊豆大粒嘅啊，伊有紅豆大粒，不有了伊個有係迄個，你知啦，迄個 Mexican 嘅pinto bean 係啥物？伊有一點嘅啥物 kidney bean 啊 ，kidney bean 伊一點白色，一點。嗰一個長尖啊，呢個。我去買迄個 Toyota 啦，唔是 Suzuki 啊，但係我講係 Azuki 啦 ，Suzuki。Toyota Honda Mitsubishi 我咪係 Suzuki 係咪？有嗎？你介乎只一個係你叫咩啊？你叫咩話？尖尖墩墩嘅角嘅豆。唔是，你叫咩啊？正規子。醋啲啊！呢隻貴子嘅係管，你叫咩啊？你阿媽紅棗啊？伊唔是紅棗喎，伊是迄個叫咩啊？
咧阿莫話叫咩 ？No， 阿莫話 is Tangerine。 red dates， date 唔是 dates，講到睇只 fresh 啊，summer 時候只 fresh，不 fall 是英國只英 fresh，國你是一啲啲一啲裡面只係 seed 嚟啊，啊，一隻 teardrop 好啦，嗯，有係咪 berries 啊？未知嘅。teardrop Kalian lo, kalian lah ceng ang tahu ya. 係咪到頭講咩？變就即是見過，是見過。哎呦，你叫做咩嘢啊？啲嘅啫喎，要內 colour 這是嚇 fig 啊 ？fig 叫咩？fig 叫咩？學緊話。Figaro，我咪就 fig 叫咩？咁樣掂起佢。Di semua mah proses mah. fig 係咩啊？fig 是無花果啊？啊，唔是啦，是咩？是無花果。Mui siri, 無 mui 花 siri. 花果，無花果。啊，我去買叫蜜棗嘅喎，哦，蜜棗啊，無想下蜜棗冇別正。做，特別那邊冇蝕啊，你看。蜜棗是 dates 嚟唔是？我唔知啊，食落去蜜啲棗成個是 dates 嚟嘅蜜棗，食就對啦，咪講。成個你 Middle Eastern 嘅 dates 咋？係是蜜棗。Middle Eastern 嘅 dates 有多特啲嘅喎。別花膠配就嚼嘅喎。你估佢當到托卡。Jauh. 係咪嘅？ Jauh mah jauh. 咁樣你唔是變嘢啩？應該。Dia, yo kalau kau dia, jangan hujia eh. 但是你唔掉有配啊，有配啊。Oh my god！哈，你係 cream cheese 真好食嘅。係咪咪嘅係 cream cheese？紅豆啊？乾餅，no。哦，乾餅你嚼乾餅。呀，嚼嘅係是 grow 嘅，not show 嘅，嚼大起來是嚼大條嘅，咁講。咩嘢係什麼咧？等啊，伊嗰啲係度冇驚槍冇操作，莫誒香哥，你講乾餅係 cream cheese 好食啊？我你使講餅上面講下面餅我係食。我食有豬油嘅。好料咯，一把油咧。你見下面安怎個係 Google 好啊？鹹嘅，一聲。Google picture。我寫。辣 biscuit。等我吹下。bawang個白。哎呦，等我吹個，我唔得咩？我是吊灣啊，我係叫吊灣就出名。上個講呢可能學嘅嚇，唔是啊？伊成個 roti canai tapi 較細啲。上個含煎餅可能。啊，我吹掉。哦呀，攞一看，就一看。我一看。Okay, share，等陣我 share screen。誒，等陣這是 last topic 啊？啊，唔個，一個。嚇？哦，真係嗬，我頂得細漢嘅時候食過。有白油嘅。咩嚟？冇食過。哦，我食過細漢。我想個老婆餅。做咩是個講餅？伊度哈鹹嘅，伊到底伊紅嘅做嘅嘛？講伊紅。你講。嚇，伊講哦。做出來餅叫講餅。係啦，對啦，對嘛，講是紅嘛，對哦。對唔對？啊，福州人。全部都對。你成個含煎餅啊呢？係咪？等。佢哋咧學得過咧，呢就係到那，呢就 bagel 上下嚟頭頂嗰粒麻子，呢是叫電籠餅。哦，係咪電籠啊？電籠餅。電籠餅。我只唔是冇，即係你裏面是電係白油本咧。電籠餅裏邊是上 bagel 上下成個 solid 嘅啦。哦，冇鹹嘅，冇鹹。啊，啲淡薄啊，你淡薄啲，一講餅咧。講餅裏邊是 pork belly 加馬灣。對，有我哋食過食了誒。講餅特別伊無糜，對面無糜講餅。無糜。啊，我咪都講餅講嘅意思是唔是紅嘅意思？
唔知喎。哎呦，你學住啦。你是講用公公做嘅叫？你唔是公公啊，公啊，硬啊，硬嘅意思。我日頭去講邊講。你看到意思是公司哦。是成日你十八，唔是十八啲你叫咩？華語一些輔助光並我陽光嘅光。哦，陽光嘅光。啊，唔是講講嘅講咩？哦，唔是講講，我唔是講講講講，我是講硬啊，硬嗰首硬塔講。除我就乜嘢去十八個啲嚟。咩？我講法都係煮麵條啦。咦，成日你叫咩？你個另外叫做咩啊？個另外誒。唔是，我講你個另外硬啊，依家嚟做燒雞，你叫咩啊？你 tandoori oven 嚇。你是 tandoori oven 咯 ，OK， แล้วก็ก็ต้อง講邊學住人，你嘅爸是學住人係咩？學住咯，冇你啦，學住。哦，你是做啊，你是學住人啊。但係你咪是跟阿龍 related 咯。testing 1 2 3。嚇！我話阿龍好慘咧。阿龍但係走去啊，依背叫背啊，已經。Hello 大家。啊，聽到啦。誒，你這裡是古建嘅話題是冇？對，人哋。啊，為什麼人直直講紅醋啦？係咪食物件？我講你講啊，但係咧變食去哦。我是紅飲笑掉嘛。啱嘅你人嘅事，特別擺你講話物件冇啱㗎，你係話題特別。我去鋪攞隻人哋就去我隻掉咧紅豆嘅，佢哋湯一隻好食，因為每人講咗煮一計骨啊，嘢咧紅豆嘅紅豆湯。OK， 嚟講我怎麼講邊唔是嘛？講邊是學住人嘛，所以有關係嘛。哦 ，OK，學住人講邊你不食過人個中？唔捌，你不食過講邊？唔知係蝦米來賓啊？我是個食，你在講邊？我是個真食，我大擺是講邊是蝦米來？講邊是，同我話個講啊，一聲嚟表講啊個邊一聲講。但我你冇看到我嘅料，我放嘅，小英冇看到。哦，係你啊，但我你看到一跌落啊嚇。掉啲嘢邊啊，硬嘅，對嚇，成個談到你。哦，食咗先啊！伊係你是講邊？我朋友。哦，我會繼續先諗。Hello。你說我覺得暗去哦。啊，我會嗰時諗咗佢。你報咗啲定，點樣講？你有 brown out 啊？你係電嘅 supply。一個人影你得嗎？你看成個看掉鬼啊！你講。啊，是影啦。一啲吹鬼。你喵係冇，但係你會你這了。你係喵啦，你係喵打掉一電刷是係咪啦？不。你看你喵個。我是講唔知是冇電曉啊驚。啊，我係電有 brown out 係嘛？我係冇電，我 internet 就是聊啊。當埋嚟啊嘛。OK，แล้ว佢ไม่講，แล้วทำไมไม่講咩啊嚇？講啊，學照英國中是福建人㗎啦，一定。我是福建人，羅餅福建人。邊冇福建人？特別，我係媽是一半潮州人啊 ，because 我爸媽是潮州人。哦，潮州人。特別我爸媽是一半。我爸媽是客人嚟。特別我聽潮州話，上個差不多上個福建話喎，我會好聽喎。啊，就我 because 你在咱到底福建嘅加潮州是上一 area 嚟嘅，一山卡山頂嘅。所在啦嚇，潮州人。แล้ว客人咧就只有搬來搬去嘅，所以其他路有冇聽到客人冇什麼？對啊，一去嘅人厝就是變客人啊嘛，去別人。嗱嘅大家有客人冇？我唔捌聽到客人。啊，我咪是客人。我這邊是客人。我咪客人咯，英國中。係咪？你去 cat TV 個啊 ？cat TV 個。我是客人嚟啊！我都是潮州。我媽潮州人，我爸客人。你有去學客話？冇。我看講YouTube 嚟學嘅。哦，你學咩教啊？食飽冇？
我會曉這條呢。睇個好四包嘛，OK。四包盲嘅啦，四包啊。盲哦，我可能講盲嘅，啊，四包盲。了個一個樣叫做膠災，膠災係咩？我不要聽喎。啊好。膠災。安陽啊，安陽啊。嗰度水木啊，水木是啊，水木。係困。哦，水木膠。有地膠，是水啦，水木膠。你叫什麼？兩科是會隻水下就好下。冇叫雜波，成水雜波。兩妹仔，唔是叫兩妹仔咩？兩妹仔係。灰袋。冇你水嘅 OK。成個話我是兩科。啊，本字好聽本啊！哇，等咱講 properly 可以啦。我講聽，等咱講下10包盲好，咱講10包盲。喂拜一邊嘅，喂媽講嘅啦，伊是講10包盲嘅喎。伊講呢，伊特別冇想嚇，冇想啊！破啊！我 stepfather 下邊嘅因為學嘅啊，因為劇話個正錯咯，個冇想。你講哪門判出來啊？我講嘅係小盤10包盲。一隻喂，我有一個 cat 話nursery rhyme 喎，我發覺。我知好什麼？係咪？三個。我看，接住啦，曉劇話啊，到這裡曉劇話嘛，係毛蘑菇有講劇話嘛，毛蘑菇真係到咗嘢啊！不見了。幫助。北京一蓋出來，噔，我看下你曉聽啊，咚。會曉講。你咪聽過這個咚呢？咚。我當咧當估啦。咚呢？這是客家嚟啊，唔是叫做。我未曉。咚呢？咚。啊！試下未記啊！要試下未記啊！要金啊！要我未記啊！咚呢？咚，要金 something 排兩行。哎呀，未記啊啦！我特別我 record 起來啊！鴿子出世冇年紀，鴨子出世冇人用。哇！你講話成個你中意思啊？你看到捏啊！唔好笑，好捏咯。好捏好笑啊！個字嚟我對數格用捏死眼啊！我頂住是我 favorite size 時候，因我讀啲車位，因為我叫我爸爸人 call 啊，都叫學我講一句話了，我用劇話講啊，超過兩個多條。anh nhung唔做得啊，anh nhung唔做得，你唔使係咪掉紙幣啊？十啲嚟。錯啊！嗰啲你一講話掉咗佢，掉咗你先嘅。唔是咧，啊是後面意思掉咪是屌啊緊啊。你唔是講述嘅咩？講述嘅咩人？學住人會講掉咩？應該有吧。哦，cat 話。你唔是是咩人？中年番薯。係咩？啊，中年番薯。即係你還珠啊，在你還珠。你成個爬路啊，你看中年番薯。就是想要跟等你上，就是想要跟等你上中年番薯啊。哦，應該中啊，你在幾百隻米數啊？嚇，掉。幾百載啊！幾百載上面都知哦。我唔知。但是你見啦，隻狗講話，隻狗。幾卡吹啊！幾多卡吹啦？叫幾百載。哎呦，哎快聽。幾百是幾百咯？係啦，幾百吹啊！哦，菜幾百菜。幾百載。嗱，對啦，因為講啊，這裡阿龍。啊，我攰㗎啦，攰慣啦。哦，攰㗎什？你對面其他都未記啊？哎呀，呢有啲背劍坡啊！嚇，背劍坡。背劍坡不能叫背劍坡。背幾條？背進波。學緊話啦，上日本話冇，上咗。冇講上嘅我同你講啦，有啊什麼未講嘅，啲我未講真。我1、2、3、4安尼上。好啦，你係韓國王國上過。是咩？即係邊咧有上海人嘅啫。啊？上海人啊？啊，我知啊。
你知你都嘅上海人吗？我的邻居弟弟比较 proud 之类，他是上海来的，你知道吗？阿伯了啦。你是講，伊做工是上海人，伊家己本身。無，伊家己，所以只 proud 之類物件。伊家己？伊只老啊啦，把路老毛啦。伊是 Malaysian 嚟啦。啊，就講我阿公嘅 generation 啦，但伊是講上海來嘅只 proud 伊。對，邊呢會有就邊呢有上海人嘅會館嘅咋？我就講上海人講話，上海人講我就變咗上海人。邊呢不有一個係上海人講嘅話就上海日本話你講。Small Japan。對。哦。我同你講，海南話有當時會帶上喺度。我講一句話，你聽我猜我咩意思啊？嚇。那古加數。那古。你係叫會出嚟響？那古加數。那古加食了。那冇邊那古數，你唔你忙啊？那古什麼意思？安尼幾點啊？去問嘛？3點半。那古，唔知我未曉。完全都聽唔出，都唔知什麼意思。哈哈，什麼意思？嘅海南話嗰個字啊，可是夾福建話夾廣東話完全冇上去咗。微微話有啲。都是我叫微微話來，特別唔係講嘛，就去做。係啦，有你海南話嘅福建話有你咪我呢，而家冇上話啦。但是你都得好像老古話，海南話完全冇上。完全冇。OK， 那古就是新疆。哦，新疆哦 ，very very 嚇。吉島咧係垃圾。吉島加數冇人講嘅，內江冇人講嘅。哦，我是講吉島。加數我唔曉，那個加島我曉啊。哦，那個加島上哦，那個加數我曉。你這種數，你有哪種安尼古怪啊？我冇見過過啦，我猜咗啦。因為啊，海南話裏邊啊，咱學嘅話 S 啊，咁啦，底下嚟 T 嘅啦。係啦，是豆米嘛，是做米嘛，係咯，沙是打嘛，打下對。都好，我覺得有一個真係奇怪嘅事就，因為沙本啊，啲。沙本是波多基話嚟嘛？波多基話嚟，對，所以福建話裏邊叫沙本，海南話不是叫沙本呢種，tapi你哋對到海南話叫一種沙本呢。沙本，太奇怪啦！你yang關係 pronounce 你先用 certain way 不？一關係咁樣成 Excel file 呢，一咁樣嘅 S 跟 T 就對啦。成個人講冇對呢咯。啊？冇多啦，咱比如講，當咱福建話時講，OL 嘅 OL 嘅時候，嗰陣時變咗對嘅。咁咧 L 變 I 嘛？即係福建話咧，即係別人嘅話嚟嘅。別人話嘅咧 L 是 I 嚟嘛 ，dry 是 dry 嘛。誒，你有頭先講日本話加福建話，冇像咩？冇像。淡薄啦。你那是講你入佢那你字嚟講話就是想啦，咁樣 M。冇啦，是拄到咧，哦，即係差唔多成個我再講係你國語嘅話，有正見我人福建話聲樣有一句係咪小心？樣本是上一個意。樣唔是小心，樣是粗心。嚇，講過。過了古仔上嘅樣啲咩？失敗。失敗。咱正慢失敗，是唔是？有，特別是你，咱係邊人講嘅是物件嚟，咱講。伊是上是唔是 organ 嚟？咱嘅是 organ，樣嘅唔是 organ，樣嘅是 action 嚟。哦。樣係 action 咗。你講樣咩人？後面 action 失敗。接病。嚇？後面 action。嚇失敗。係咩意思？係 action 上面吐這個幾百位哈？對。哦。哦，干啊，小干啊。特別一干個唔是干，一是干到一是干幾百。意思係咱福建話強干啊。特別一時講條是接機，係你所在。特別接機 specifically 這個幾百位嘅。對。你是咩幾百位啊？有幾百位安怎講？幾百位安怎講？冇啦，當今家安尼
大概呢有本嘛古早嗰度接是接平嘅嘛，都攞住哦，誒有啦，頂兜有接是講冇講嘅，係啦，冇講出嚟啦。我成日定擺佢嘅劇本啊，頂兜是冇背後人嚟 influence 掉佢。係啦，冇 influence，下面坑本嚟接喎。時候啦，但是買石鏡嗰時下面坑埋誒。而家坑就死，而家坑就死。壞啊！P 坑而家坑。誒，即係講嘅最坑嘅，OK，嚟個講下咩話啊？這邊人講新年話，冇人講。我講下你嗬。嗰陣時下面話文化係。開山話，開山是下面。開山是啊，開山是下面。開山就是新年話嚟啦。嘢極屎啊！我諗開山就是新年話。嗰陣時下面所在哇，中國啦。中國啊，真係中國啊，掉啦，中國嘅人。講好嘅，講好嘅。講哦 ，OK。因為別人嘅事情係話緊講好嘅，甩嘅話應該冇可能嘅。我唔知啊。有一個話唔知是海南啊，嗰時係咪？我嗰時姓林啊，嗰時係咪啊？伊弟弟講去哪啊？去哪啊？佢哋應該是新年話。伊電話嘅去哪啊？去哪啊？去哪？你是 Vietnamese 啦？唔是啦。去哪啊？去哪？Vietnamese 成個 Angry Ducks 啊！你看你講話。水啊！點解？喺嚟讀睇嚟啊！揾到點解？揾爸回。我該想啦，該想啦。咩啊？你不要亂講哦！成個用皮剛嘅一人講話，成個用皮剛講話。什麼漸漸嘅喎。Angry Ducks 啦，我想我我感覺數唔。嗱，想話啦，冇人做啦，Tapi I think Siam Waka yang halik wakala Siam original Siam Waka Vietnamese 冇Siam啊？Cambodia 咧 Vietnamese 是鄧人嚟嘛？哦，แล้ว伊朗寫嘅基本是 Sanskrit，伊朗用 Sanskrit 嘅 Cambodia。不，阿咩 Siam Waka Cambodia 唔是Siam啊？Siam。我見 Vietnam 嘅時候，因為有聽 Cantonese 咧。因為 China Town 嗰邊是講 Cantonese。哦，聽咗啦，伊朗本是有鄧人寫，伊朗本是有鄧人。Vietnamese 啊，伊朗本是有 South。特別我因為 Cantonese 伊音樂嘅話，我淡薄無相個伊腔淡薄無相啊。我去嘅是伊學校嘅 staff 啊，啲看咧神雕俠侶。哇！你估啊，看啫。你 YouTube 看嘅好笑呢。誒，真好笑，一隻老人。你講廣東話啊？冇講越南話。越南本是有福建人。特別我嘅朋友啊，Vietnamese 啊，伊會學講 Cantonese 無準嘅咯，伊就講肥婆啊，係咪？因為 Cantonese 有淡薄，因為 slang 啊，因為 slang 跟我無相。好啦，你去 KL 聽越南婆講咪講 Cantonese 咯，特別人你咪講人 Cantonese 哦，人講話嚇，即係講好人嘛，即係是你名咩嘢啊？我個唔是，當是有講咩事？特別即係你名咩嘢？咩拎嘅嗬？唔知啊。流浪我 brain fart 等陣。羅沙蘇嗬。羅沙香是話咩名啊？羅沙香。大力要大力。大粒令。大粒。咁係拎嘅啦。拎大腰，拎大腰。腰浪啊！誒，家己海啊，唔是我海啊。你家己愛啊！你家己愛啊！我見羅沙香嘅根本我唔係愛，如果來係菜啊，世界報道我講係菜啊，我是拎大腰咯。大粒令應搖搖啊！拎大腰。我見羅沙提咧，想問弟弟轉。
冇會變啊，人家冇嘢嘅人嘢咧，都變就咪混在。誒 left right 時下俾公邊啊冇個了。誒，你咩嚇？你咩橋？Putu Mayam. Dia Putu Mayam.我當冇嘢 Putu Mayam，你是江湖人嘛？但係你講人江湖話，我唔是江湖人。你媽呢？你媽江湖人。我老邊嘅 father 不是客人，不像係客了喂。係咪你老邊？That means 我 birth father 我 mother 係邊嘅不是客人，但係我 grandmother 是 Cantonese，แล้ว我 stepfather 係邊不是客人。哦，所以你較濟客嘅。我 Cantonese。我講 Cantonese 嘅啫。係啦，我是講你江湖話嚇，到底同埋你講到底越南嘅會講嘅江湖話有淡薄樣嘅橋嚇，嗱馬來西亞嘛是有，馬來西亞嘛是有橋。有橋，特別我人 OK， 你看我馬來西亞嘅 Cantonese 有半路並不上嘅 ，KL 講嘅 Cantonese 加我人邊咧係邊講嘅 Cantonese 個淡薄橋冇上。哦，安怎冇？怡保係邊個 KL 嘅 Cantonese 伊我人講嘅橋啊，加上加香港係邊。哦，我淡薄冇上。邊咧講嘅江湖話加上加香港貴加林寶。邊咧對，有伊橋冇上，但係但我去香港，我去廣州嘅時候，因唔知講我是馬來西亞。因成講我是香港人，我係講我唔是，我是馬來西亞。特別這裡是無奇怪嘅物件嘛，無相嘅所在聽到有清差。一冇相對。我去到廣州嘅時候，因嗰邊嘅本地人會廣東，伊會Cantonese時不有淡薄不標準嘅。你看到是香港嘅人講廣府話來去吉隆坡，伊人會伊聽到吉隆坡嘅廣府話，伊人就講嘛，真係清差甲伊人嘅了咯。Because 有嚟我人用嘅冇相嘛。我來我等去英國嘅時，有一隻即個香港嘅福建人嘅囝啦，即個富二代啦，咁了伊人講話嘅富二代，伊人講嘅功夫話無相啊，了伊人成個幫配是我講嚟打草皮啊，了伊人講放屁。真係你放屁，較油嘅，反而你皮成個較胖啦。你放屁啊！冇，actually 我唔知咧，香港是講放屁嘛，我出嚟嗬，我唔是講放屁，我是講屙屁。我講成個冇表緊啊，我講冇相干，伊人別曉聽喎。冇所謂，咁冇所謂。冇緊要。哦，唔緊要。唔緊要，因為冇所謂啊。你成日講成日買緊喎。你買緊都做微商哦。Oh my god！我還沒數，我讀書嘛。你講咩？你是講咩？你講。冇相干，你講買緊喎。可能表緊啊！你講冇相干嚇？你人別曉聽喎。冇所謂。冇相干，我可能咱人馬來西亞聽到嘅廣府話甲福建話啦，標就話本好啦，真濟是較老一輩嘅，咱人拍正嘅點聲來嘅人話佢來嘅。哦。香港樣變咗啲物件啦，modernize，受到，唔是 modernize，樣佢受到別嘅話影響咧，因為冇成人走去香港啦嘛，樣受到華影響了，樣變咗冇相干是其實是較正宗、較老一輩啦。你家是正講話誒，哦，無掉，未掉即係 polluted 嘅。我去香港嘅時候聽到人大到叫安迪叫阿閃，人叫安迪叫阿閃。你有聽到啊？你潮州人喺香港那邊做生意嘅，แล้ว伊個講話有潮州嘅。我聽個愛笑啲。你叫我媽姑講話。叫啲係你記啊？我媽姑你講講好玩看潮州腔。好啊，是你 sentence 啦。嚇，你可以自己 sentence 嚟。這個11咯。7 11。
7-Eleven 學嘅話叫咩？咪叫 7-Eleven。71。哦，福建話叫 7-Eleven， 廣東話叫做 7-Eleven。七仔 7-Eleven 唔是七仔咩？係咯，你是講是叫我嚟用講橋嚟嚇阿婆。哦， 7-Eleven， 係咯，廣府叫做 7-Eleven。你是香港人講啊？香港得 7-Eleven。早開嘅時候，我都見到只我講起了，我唔รู้個在，我在講我家己講話有強啦，我講功夫有強。但我甲我早開嘅時候，我是講我講功夫話咯，然後我去甲係一間做咧紅豆紅豆沙我食嘅嚇，伊講唔รู้個到香港來4年啦，伊我係一個我 interview 伊人嘅波啦。แล้วอีกองเลยกองหัวจะเสียงอ่ะอีกองแต่ปีว่าบาลีมาเลเซียเนี่ยอีกองเลยคักจะ冇เสียง嘅喎ก็แต่ไม่ใช่อีสิการลำป่วยกองหัวก็เป็นแรงเดี๋ยวว่าปองหัวคิดตลอดโอ้ยจ้าว่ากองหัวสิว่าเก็บเปีย無線電視台，唔是無線電視無線電視台冇啦。歡喜嘅講緊等你是看起來。不，我是到啲嘅就是我頭到聽到，而家聽到無線。冇睇看碟嘅事啊，細漢嘅事。我是教我隔壁neighbor 是江湖人啊嘛，所以我當時講江湖話教伊鐵頭，因為伊人細漢嘛，然後特別教伊鐵頭，特別講嘢啦話咯。所以我教以後講學嘅江湖話就是教人講嘅，所以教伊人講嘅我就 feel 到，感覺到你當然講起啦，我冇甲想到講伊人講嘅後，佢教我去教人冇聽，佢冇想。對冇相。嚇！我當然冇個想到你講嘅。伊波講係講Cantonese 個冇相。伊波較像個吉隆坡嘅。冇啦，伊波是。較像個人啊。較像個人啊。像你去看香港嘅 drama 啊，你去看香港嘅 drama 有我人 Malaysian 嘅actress 到裏邊嘅時候，你聽因為 Cantonese 攞嚟冇相伊咩？真明顯呢。你講下，你講功夫嚇。功夫話嚇，做咩做廣東話？我一般嘅人啊，直直講功夫話。嚇，廣東話。功夫話，冇會使講功夫啊。我想嘅。啊，想。阿龍，你講廣東話甲功夫話，還是功夫話較老嘅廣東哦？這是大，這是小嘅。這是大寶，這是細姨啊。嚇！這裡是較大嘅所在，這裡是較細所在。哦，當你較大對。嗰次跟當話甲功夫話是係咪清差？我想講是像嘛？是像誒。我是講廣東咩？不是像嘅。廣東是一個所在，功夫不是一個所在。廣東特別廣東啦，當兵嘅，當兵嘅，你可以講當兵。特別一語言是像啦，像。語言像，應該唔是即係阿龍講嘛，但係你講廣東是當兵嘅。廣東是檳城，功夫是 Georgetown， 所以你看這裡是大嘅所在，這裡是細所在。所以廣東咧，一陣廣東是。貴咧，廣東區，安尼就話。廣東唔是 potato 啊？係條白啊！關注我。potato 冇半隻字種啫。個荷蘭樹，個荷蘭樹。誒，等下阿龍講了啦，你講冇了。Sorry， 我插嘴。你放曬掉嗬。阿龍，你寫下嘢。都飛機那邊哦。我到啲 lounge 位啊，你到得落位。哦，一 lounge。我到飛機檔呐，你到飛機。飛機鳥。飛機鳥。好啦，飛機鳥。哇，你水啊，只係咪飛機鳥 ？In John 啊。Korea。In John。誒，阿龍，怎麼你講了？你講廣東就是成個講啊，就是檳城嘅招，然後功夫就是做成個做刀。city， 所以廣東是較細 scale 啦，了是成個 state 嘅 city 呢度。Other way around。廣東是較大嚇，對。功夫是較細。所以功夫是係咪廣州啊？不，係咪廣州是廣州是功夫啊？安尼無人嘅，我對你啱咩數？
Canton 啊，Canton Province 啊。Canton 是 province 啊。哎呦，死啦 ！How big is that airport？ 哎呦，伊個 gate 嘅大字嘅啊，百幾100啊，行個咩位？行個咩位？英國中啊，英國中我飛機單係正朝我爭落節時候，我收睇 email 講 Singapore Airlines 講，喂 plane 對 Malaysia cancel 去啊。哎呦，差唔多咯，但係我過 book 咯，我過 book because 伊人 cancel 我 flight 是 originally from LA to Incheon to Singapore 嘅本來嘅，當今伊人換 flight 變做 direct from LAX directly 飛去 Singapore 啦，免 stop 啦。咪是較好咯，係較好咯，較好個。特別一點先換淡薄啦，特別我較早就知教，我做較早就知教。哦，真係，Singapore Airport 咯，你坐唔夾行啦，明㗎。Singapore Airport 真係爽嘅嘛。個有 free cinema 都看戲，個是講你 flight 啲。cinema 個有 swimming pool 個燒水點個半。不 swimming pool 係好累，cinema 是 free。我貪困咯，我貪困咯。呢個下面半嚟做爭 A 半嘅。呢兩部機上得冇？機上得冇？你自己來，寶貝 handicap 到啦，冇人做。啊，唔要叫我關事啦，我關事半誒。我妹都人福建呢，關係福建呢。人有講老福建加福建有係咪？老福建加福建有係咪冇成成？冇成。老福建差。阿妹嘅福建啊？冇啦，想嘅啦，就是講。有你講我較近呢？冇啦，你講。曉嘅物件較濟嘛是老福建咯。嚇？會曉嘅物件較濟都嘛是老福建咯。冇，以前伊講嘅福建話，實等John 你看。哎呀，我想講啦，人家後腳講福建。咁咪不tu mayam不tu mayam lao hong nha lu tu mayam lu tu. 冇啦，好啲聽了。嘘，那時咪你紅線下。紅線啊。你放屁啊！你放屁？未放。哦屁！等下，咱講會講我會用講條字話條，我冇講條字話。毛毛菇來帶條話代表，即係 topic 就是有你做嘅嘛。嚇是咩？我都冇點喎。你冇點，特別你叫我講你是你講條字話嘛，我講你叫你。好當時你朋友bằng quang 打愛拉嘛。係啦，bằng quang打啦，冇拉啊，而家冇有車啊。嚇，冇有車啊。我成個對住我阿媽厝啊！而家冇有車。哦，嘢就是差唔多設定因為年齡然後就聽啲人講做你啊，貴你啊，愛食歐尼。歐尼。誒，你知 Mandarin 個有一句話啦，甲 Russian 真係像。嚇，係咪？很冷啊。很冷啊。So the Russian is Holland. Holland. 是係咪嚟？就冷哦。哦。你一邊聽 Mandarin 嘅時候，你咪笑嘅。冇，我是講嘅蘇聯嘅話，冷是係咪？Holland 啊，真冷啊 ，Holland。佢咧是真正嚟咯呢，因為蘇聯是 Slavic 嘅 language，我知係講淡薄 Polish，咪是 Slavic 嘅話 ，Polish 嘅話冷是 Rimno，都一句冇像。有陣時是講下面咯，可能。OK，伊係 Russia 就冷啊，所以冇相關嘅冷。特別是可能 weather 冇相 weather 係冷嘅，還是性格嘅冷 ，ice cream 嘅冷冇相。freezing 嘅個冇相。英國中啊，你嘅 AirPods 個細聲，你都講你即係個大聲。就是我話去用這個，因為我講嘅是你未聽到我用 AirPods 是未聽到，哎呀，梗係 disappointing。You know 啊，伊是因為 I think 你是到啲電話講有可能會較明，因為伊些是 maximize for 伊個燈。好彩我冇俾。就是我俾用這個用啲。
即個切播，因為了我會驚去就是去吹哦，你使用我會聽到本，是講我。特別我看時，我未看到伊個車會點起來起落哦。我講我是我未 very soft 呀。我未看到伊個車點，特別我用即個時，我看到伊個車點會起落。我講話時。你個無通 control volume。你未通 control volume 咩？有人騙我，有人講啊，你若是數伊起數伊落嚟，你別啦，有人講騙我。有影咩無咩？幾數得咯？別，你特別 tap 呢？你會 tap，你無 tap 看？別 tap 是。你聽先，唔是講嘅先。 Next 嘛，有 next in music 啊。play 還是 pause，還是 fast forward or skip or Siri，特別你未 control volume 咩？應該先正對啊！我對啊，我背起點啊嘛。我有啊，背起點啊，4人 MAS 3,000啊，4人。哇，呢貴！3,000英鎊啊！3,000鎊嚇。你這邊 first class， 冇唔是 business 呢，business 呢。佢食沙爹咯，人。嚇，佢食沙爹。好食嚇！會點去食沙爹？沙爹 sauce 滿好食伊。沙爹 sauce 好食。John，就 iPhone 4你幾時出咯？唔知啦。伊人講伊 iPhone 10，伊人被 stop 啊，伊人冇。keep 佢機啊，攞係 keep 佢機啊。排隊 keep 佢機啊，一百集。排隊嚇。記得啦喂，一百集嗰人係新嘅，可能到底未行講，冇覺得背啦。伊大陸睇啊？我未記啊，伊甲我講我未記啊，阿龍去到同伊。伊 mute 去啦，伊未講啦。我記 unmute 先啊。香港。怪啦，呢大鏡。去香港。แล้วไอ้ขี้หอไอ้ขี้กี้อ่ะ Yes อีโหแล้วไอ้ขี้กี้กำลัง講嘅教安怎就是我聽到Korea嘅話咧？伊到啲 Korea 嘛同伊啊，你講這是香港，唔是香港啊？唔是啦，Korea 伊要去香港啊同伊別去香港，去香港，sorry。所以佢 still 在 Korea 並愛去 on the way 去香港啊。對。哇，Korea 貴點啊？這裡咪是3.5枚咯。係咯。哎呦，你貴點？係咪電波？電波是去台灣啊 ，China area airport，印昌是去美國、Malaysia 嘅，嚇？你唔是到印昌咩？你特別講到印昌？印昌冇有啦，印昌 international airport 記得啦嘛有。哇，呢個 flight 是 US 是台灣啊 ，China。冇啦，你看冇得到 regional 嘅是較細 airport 嚇。UO 辣抗沙。我應該點啊？你幾號到馬來西亞啊？G 號啊，1號啊，G 號。G 個1號啊，嗱。咱講是其實咱講是係新正，係 weekend 嚇，拜個拜六。拜個拜六較好話啦。拜六啦，未必拜個還是拜六咩使？你拜是幾號咧？即幾號啊？等我看切。當然先只是5號嘛。5號之類。5號是拜幾啊？嚇？5號。埃及。去得咯喎，就去 buffet 啊。去 buffet 啦，應啊，man organize。你有冇講過人情都係做先 T-shirt 嚇？冇買貴 T-shirt 嚟啊！哦，你咪做下你咪做 special 啲咩咩？買啦，即係貴就未了過，佢俾先嘅。我講。未了過啊！我個未。未了，你對件事俾佢了是10副。了佢半兩程。我差唔多要做 on sale 啦，都問俾個。我被 sale 啦，被 clear 嘅啦，會啊。幾號啊？G 號。這個切是拜 G。切卡價嘛？咱切5咯，冇去。切5拜6咯。切5拜6。拜六幾號？拜六9號。那個係 number。男嘅是冇。好屌。男嘅啊。Yes。哇，是係咪票嘅Bose 啊 ？Sonic。有好用冇啊 ？Sonic 係咩？哦 ，Sony 嚇，Sony 嚇。OK 啊，OK 啊。誒，呢隻笨嘢。誒，真我想到俾 keep 一個鏡嚟整嘅。
伊人無可以接啊，就冇啲講嘅我特啲人無可以接。你特啲好揾去看咧嚇。我第二週嘅時，我想講我係直接，以前學阿會嘅時。哦，唔掉 group，唔掉 group。誒，你邊行走啊？阿婆你未負接啊？係啦，佢冇睇見到香港啊，見到 donuts 啊 ，Dunkin Donuts。你看啦，你美國人去 colonize 全世界。Dunkin Donuts。你人唔全世界變咗大美國去啊！去大陸本看到 Starbucks 啦。Dunkin Donut。冇 Europe 冇 Starbucks， 我記 Europe 係完全冇 Starbucks。Europe 有啦。Europe 有咧。哎呀，意大利啦，係咪意大利？意大利冇。意大利冇。誒，講到意大利 rum 冇喎。冇，我到邊沙利拜冇。意大利 rum 冇，但係我啲 rum 冇。我差不多要去意大利，我講看。我假如講意大利完全冇，我到邊 3 weeks 所在，意大利冇 rum 冇。下邊完全冇 ，because yang 下邊嘅 espresso， yang 下邊 coffee already 夠好啉了。一時間伊朗嘅個 B 嘛。因為 coffee 先半年啊。因為 coffee 啊、latte 啊、下面貴啊、coffee 嗰啲先半年。我真係時間伊朗嘅個 B 啊。因 coffee 香。特別我啲 rum 嘅時候，你看伊朗裡面 espresso 冇成個人借咯，啉了講話啊。伊朗係講咩啊？因為 espresso 是熬 shot 嚟 single shot 啊，是 double shot 啊。espresso 啊，成個 IV caffeine 嘅咧。你 order 是你講你係 single shot 是 double shot 呢？樣時候 stop by drink 就走了。代表啊是。他們話嚟就是。代表意大利嘅話啦。我是每日就是咱講雜話地，我特別同樣嗰隻我特別。等我會講OK，但係咱講調節話咯，調節話咧講到我諗叫即係直接講話句調節話，咱不要聽。但係是講起了咩？冇啦，講得一句，你講成個就但係講你學照話，咪互咱聽咱袂曉嘅啊。你講看調節話，看係講得冇？調節話，比較可能只上真會上個半時間上到。智能直播嚇？鋪廿波，智能直播啊！我明智能直播。我猜，嗱，我猜下啫。我聽到人講咩？我聽到有人講錯啊！鋪廿波，鋪廿波。英國中，但係你咁樣講就即係健康個人等等。智能直播嚇？智能直播係係咪？能猜嘛？即係你登記講我咧。那咪借電佢有聽有借電。借電啲得咯。冇，我實在講笑嘅。借啲厝，你借啲厝啦。你哋借電厝佢按講經嘛，都未佢有聽嘛，智能直播。人都知哦，人都知。我唔知喎，我唔知喎。啊，你唔知啊？我唔知喎。OK。很好，智能直播，冇人知。係咪成語嚟嗬？成語嚟是唔是？唔是。智能他家字。女。No, nothing to do with X。這女啊，直播。女。係咪冷嘅波？係咪？OK，嚟啊！掉了。係咪冷嘅波？係咪冷嘅波啦？嗯。直播，一直嘅波。唔是綠色。咩女啊直？唔是。未曉喎。哎呀，講啦。咱當人是有迄個字，係咪？係咪牛郎係咪啊？牛郎織女嚇。智能直播啦。直播是智能哦。或者趕快 explain 嗬，你聽兩人嘅 Romeo and Juliet。哈，對，應該點知哦？我冇被逼咗。俾我 explain 嗬，你。So in short 是兩人嘅 Romeo and Juliet。即係兩人 Romeo and Juliet 叫做咩啫？哈未。智能直播。
冇，但人嘅做咩？做咧佢就羅密歐和朱麗葉。羅密歐係朱麗葉。羅密歐和朱麗葉，朱麗葉。羅密歐朱麗葉係你估嘢，是唔是估嘢？唔是啊。冇啦，伊唔使叫你等，伊唔使等啊，伊人肯定係等只。這你是只仙女嚟嘛？啊，對，你是個人，sorry，唔是估，你是人嚟嘅。你看，一個就來了，一個。差唔多起檔誒。就是後尾嗰我智能直播啊嘛，同佢講啊嘛。哦。แล้วก็แค่ว่ามีจะขังเขาไอ้ชิมชิมแค่ว่าลูกเอกี้啊，細漢時啊，有下你報告新聞的，就是安尼。報告新聞係啊。係講一堆嘅物件，冇 understand。啊，對，下你定得你 radio ready。我都一聲嘅，都Radio 8啦，Radio 8。Radio 8是 Radio Fusion，咩？你是 Radio Fusion 嘅 ，Radio Fusion 是 cable 嘅，到底邊誒？到底 IFM 啊 ，Radio Fusion 是到底邊？Radio Fusion 是有下有較濟本，特別後尾 Radio Fusion 冇嘅嘛，伊是 cable 嘅 radio 嚟嘛。對，特別誒，你在 Radio Fusion 就熟嘅啊，禮拜阿妹是放幾個數啊？啊，物件有咩？我可能在講伊正濟個數嘅，有但是有福建嘅，有對。啊，伊是 drama 嘅嚇。對，你有個數正濟，因為頂到我未學過福建話嘛。我未學過邊啲福建話，我近係有講 Cantonese 嘛。你我 stepfather 感覺到安尼款被 survive，所以點我其實嚟呢啲厝我近係福建嘅，所以 I have to survive。in order 啊，不多樣，你是唔是學福建話不多樣？所以有一個 radio fusion，我頭聽到有淡淡。我講聽檳城福建嘅 podcast 啊，是因為 inspiration 是 radio fusion 啊。哦，我講就係聽 radio fusion 嘅，แล้ว伊今日聽要講功夫話去啊。radio fusion 真係這唔驚聽嘅。radio fusion 是定單 podcast 嚟嘅哦。係啦。你真係咩物件嚟？我真係咩物件嚟？Cable radio。一下子 radio 啊，cable 嘅 radio，你confirm 我冇味，我啲我做冇這個物件咯，冇。係咪有兩聲你唔知是隻咩啊？我是我時代啊！你講唔識佢哋啲學生啊？我細漢嘅時就看到了，我細漢嘅時到喺呢處路看到。伊寫隻逐個嚟食嘅啊嘛，逐個嚟食你一邊有隻刀，我食刀咧，滴。冇看過。福建話叫做看 CD 聽 CD 咧。伊有一本冊嘅聲是，我會叫一本冊聲幾點講。program 嚇。誒，我解報俾一個物件咯。啊，興女嘅嘛，伊成日定到 estrogen 咯，伊是行 wire 嚇，你接幾多落嚇？啊，對。伊咪是接到啲電話條邊去咯，一成日當緊 cable 呢。你人教我幾回事，而家冇去。你咪知啊？應該是我冇出事是冇咧。我出事是應該冇咧，出事是冇。差唔多啊個80年代時就冇嚇，冇啊。冇了啦，個潮啊，唔知攞啲講。你福建話就叫做你哋學生嘛？你哋學生我會記啊。嚇，你幾個時間嘅你咯？係咯，是少一禮拜咩？是唔是？是。我特別攰氣喂。我冇聽過幾個數啊，因為阿妹是了 curfew 啊嘛，困咗嘛，然後聽到 Apple 伊 Apple 有福建嘅 Cantonese 嘅歌數啊，我係講聽到少嘅新聞。แล้ว有陣時個跳古歌你講咯。啊，你我係講聽。啊，對，伊做 drama 是，我係講有聽，所以特別往過去阿妹是，我係講我處到，我係講大個我姨大個後尾呢，所以我就走過去，除我阿公啊，就聽幾個故事咯，即係佢哋幫佢 music 嘅咧嚇。嗱，嚟，做做下面嚇，老人呢，講到上下真係會話一個question。
咱看袂到嘅，安怎看電視機？都是上個安尼看到人嘅心情啲聽到你的呼聲，是安尼 focus，然後 imagine 啲人嘅腦，就是安尼對，picture 出來啲你 brain 入邊啊。特別我 wonder 你成個講 birth blind 前面出來是咧樣嘅 imagination 是樣特啲嘅頭腦嘅。就有 brain 過自己 inspire 出來咯。了，我我人讀 novel 嘛是時啊，我讀出來，有陣時我讀不是自己 imagine 出來嘛。哈利波特安怎背出來啊？我係講啲聽 repetition 嘅是一點聲一直唱咩了。哦，就安尼看到伊會 concentrate 較容易。成日亂講，亂哋嘛行來行去揸咗電視機。แล้วว่าหลังมันสิเสียงลองไม่ก้องว่าลองเต็มๆเขาบ้างเนี่ยเสียงมันเป็นเรื่องไหนบ่ไม่จัดแต่สกีแต่ว่าไอ้เกี่ยวเสียหายสิแกยังก็จับโปเลตัวจับโปเลจับโปเล唔知係咪意思本你啲咩人啊呢等等咩話啦จับโปเลตัว啊即係當叫จับโปเลตัว啊即係炸但是喲咱講嚟估啊 OK 嗱嗰就是諗咪講咩話我冇講啲就近嘅攏話就講別人唔聽冇成個福建嘅，個你鬧啊？係你唔是鄧冷嘅話，個你噏話。誒，是你，仲有你還珠嘅你曉條照啊？還珠中還珠嗎？還珠嗎？還珠狗還珠，你米還珠啊？還珠，跳當機，我未曉喎。我第雜誌把睇條嘛講你啲咩話咩嚟西邊咪記咧還珠米個米還珠咧，呢邊個念還珠，念個幾多都唔使講。你咪自己每年買到真係 episode 是咁樣講。每個你寫咩話米菇啊，是還珠。誒，我你食下咧米啊，即係當然米個杜巴粉啊，有一個人個 N 來嘅，你嘛，係你食個蘑菇安尼咯。係你叫咩人啊 ？sorry， 我係買啦，叫住人，係咧，佢頭家，成日我是成個話是叫咩人？啲頭家啊，食個啲有時候一隻落興嘅，你覺得依個咩人嘅事啊？啲咩人咪就雷鋪啊，兩人啊，跟住佢講雷鋪係咩意思？離譜，雷鋪 ，very ridiculous 啊！ridiculous 離譜啊！你只一名嘅我能叫佢雷鋪嘅，我叫雷鋪係名字啊！你叫雷鋪係名字啊！變咗嘢飄頭去啊！安尼趣味。actually 我人嘅時候，你講頂到我大學邊係得 lodge 邊有，我 grandmother 一樣比較講很難愛嘛，所以媽媽咪到我嚟邊咯。然後我 grandmother 咪到叫人跟你那，去跟你那邊邊落地層啊，去跟你那邊邊落地層。你一打到講你安尼哦，跟你那落地層多。我跟你講，佢真係人 Jerry 先生真係劇話，伊講乜事呢？馬來貴就是番那貴，反貴馬來貴，然後印度貴。吉林貴，吉林本是貴嘅，吉林伊是人呢，吉林是貴嚟嘅。紅毛貴叫紅毛貴，馬來貴。啊，對。我嚟講嘅嚟嘛，大鐵蛋就講是伊人請一個荷蘭去洗晒，伊人叫伊用阿莫話叫伊 Blackie 喎。and 我細陣時我唔捌係咪啊？我唔知，特別我較大係想。Blackie 係叫高級啊，你 Blackie。隻派嘅喎。係啦，未曉定到。未曉。阿咪是講對，樣是對伊人 enorm 啦，that time 是。咱當真係咯。面頭整叫伊喎，伊面頭整啊，誒 Blackie you come。Yes。叫狗啊，你講。嚇。狗咪叫 Blackie 啊。嚇。個無成個無名，係啊。咪成個福建話講，哦，大背鏡嚟。特別是叫鏡嘛，唔是叫伊大背龜咯。我今日等人不是安尼看啊，我捌聽到人爸母叫伊個囡仔阿大頭，是幾件？阿德啥物阿德？
阿杜啦，阿杜 pick 啦，你睇咩數？做咩數？等人咩數？甲叫人囡仔叫不好聽名。伊人是講笨燈啊，伊笨燈嚟嚇。可以調咩？可以俾可能去搶伊上個是無類人嘅驚。不，伊是我聽過，伊是人看伊講。你接幾幾路咩？夠驚少。狗啊，杜驚是叫咩？伊人就是叫細漢嘅事啦，細漢嘅事吼，你袂使叫你正名，叫你正名咧，你學幾人聽到啊？吼，人掠人去啊！我捌聽過。我諗嘅人啊，伊人嘅方式，伊人嘅方式啊，你行，你會baru生驚時啊，你行對處時，你就別講，哎呀。係事啊，夾事嚇，唔使講衰嘅嚇。夾事呀，面上個肚，人哋看你就別講，你看，因為可以幾倍來影響到你會驚。你特別講冇好，所以人看到囡仔時啊，定到老人啦，我看到說，哇，佢出邊啊，你別使講嘅啦，你寫笨燈啊，笨燈嚇。嗱，你講人幾使老狗呢？包到好下個路。你看到是唔會唱字你字有得讀驚。有歌啊，有歌，你驚成個，你驚變雞 KFC。冇，你特別講嘅就出邊啊，對，雞 KFC 啊，條包。哎呦，優笑啲咩？喲，真係講緊係。又唔是只是咁啊，自拉嘎，會嘟嘟。哎呦，自拉會，อันนั้น有一個成個老人嘅邊。Oh my god！哎呦，自拉嘎，一吹成個字敗。哈雷斯，你準備 draw a line 呀？哈雷斯 line 呀啦，你。真係有人講唔掉牌咧，可能正唔制頭唔制尾，我 A 唔是就俾人困嘅咩？半隻都見啊，俾我人請到隻硬嘅，你變到硬嘅，你嘅點路啊 ？OK， 剛才咱講一個話題過後，咱講一個。有啊。劍氣咧。劍氣，對劍氣。OK，next 第劍氣，我今日咪嚟講，即係禮拜咧，我哋特別嘅，即係留咗咯，即係我實成日講冇嘅，係啦，我點整啊？有見前點乜就由餐廳咧，車去吹開車就食 breakfast 啊！我講要了。就是咯，我就講，開車你定得是唔是個裝去食 breakfast 啊？你個，你唔是個上班去食 breakfast 唔是咩？唔知我未記啊，照顧你邊咧？你去食點心啊？喂，叫你去食點心就去落咗就去食點心。我哋 extra 啊，講得唔特別。extra 我講落個 topic 嘛，個 topic。你人大邊咧嘅人啊，咪數啊，你人參啲嘅直播了嘅時候，不是你人無來去 have a after podcast party 喎。哇，你嘅喎。咁咧我把下下笨得咩？我呢？應該點？是咱無到黑冰時，咱梗係做呢物件啦。到黑冰咱未做呢物件。人困嘢。人禮拜尾就冇去做工嘛。我同你講啊，我嚟時安尼款嘅路仔哦，你到邊咧去哦，你幾樣出來啊？安尼款啊，真係坎坷，成日定到我到面的意思可能，真係 on 呢 every Friday 要 get together 啦。picnic 啦 ，hiking 啦，爬山啦，爬咪卡吹啦，按個了，對個嚟新加坡啊，對個嚟新加坡還是到檳城去叫人出來，哇，坎坷咯，比兩件嘅坎坷個。一個講無用啦，萬一無用啦，特別我咪的意思是無想過。你嗰是笑啦，你笑出是，所以你被吹破了。啊，對啦，所以 once 我人到 comfort zone 嘅時候，啊，真係夠嘅啦。我未記即香哥 ，yes，係咪？香哥，我 show 你看到到啲 Facebook。啊，好，看到了。得落去，搭飛。wedding 毛毛菇 yes 馬仔咗後面嚟這飛 for wedding 哦哇馬仔 Croatia 啦
嗰啲啊，好啦，政治裝數，政治裝數嚇，政治嗰啲人數ผิด嗰啲靈媒，嗰啲靈有 iPhone 呀，我吹冇條線湯。有線湯我嚇死我，線湯我直頭攞我就 ban 咗啊，我就 ban 咗 from 我嘅，個手尾個上加攞嚟相對對嘅嚇。是啦。แล้วโอเคตอนไม่สิวตาแล้วแล้วเจเลยไปแล้วมันแต่ไปกันไม่ได้ตัวสิเราเจ้าหมอกูเราเจ้าจะบอกปู่เราเจ้าอิงก็เตียงสินเจ้าชาลิงตัวเอียว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เหี่ย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อิงก็唔是開車 upgrade 去老椒啦。記住รู้อ่ะหมอก็เตียว你學過係 upgrade 啦，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去車啦，個新疆差唔多ไปเป็นเราเจ้าแล้วบุตรมา用แล้วกับเราเจ้าจ้ากง hello จ้ากง hello ก็จะได้ว่ากิมขีจ้ากง嚟個กิมขี啊肯定是啫，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เองก็ตัวรับเท้า冇啲啊，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ไม่使講。別使講。OK， 拜拜，禮拜再見啦，都係聽劍氣，拜拜。今日差唔多6點整。